全球暖化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啊！顶礼拜五11月17，全球平均的温度是凭工业革命进程搁加2.06度，这个温度已经超过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2度的标准。联合国就来呼吁国际爱伫月底的气候大会来提出实际的减碳措施。 巴基斯坦西部大省俾路支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小组站协助朝鲜民众恢复元气。热伤害已经唔是伫个热天发生，即马地球暖化效应愈来愈严重，全球各地气候变化对人类冲击到上要紧的时阵。欧洲各万年气候变化服务副主任。 博吉斯20透过社群公布顶礼拜57的全球均分，第一摆超过工业革命时期进程的水准，也就是关出2.06度。根据研究，均分升悬2度，会对人类造成无可逆转的灾难性冲击，包含极端气候甲欠水资源，也个北极的冰层加速涌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20公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到9月底2023年，全球每天均分有86天超过19世纪中期纪录的1.5度，加上过10月甲11月前2礼拜，全球气温前分已经连续117天达到，或者是超过1.5度，占全年日数的4成，显示国际之间并无履行巴黎气候协议的减碳承诺。 The world needs to lift the needle out of the groove of insufficient action and begin setting new records on cutting emissions, on green and just transition, and on climate finance, starting now. 联合国秘书长陈东强调，这份报告显示各国领导阶层减碳执行率的失败，背弃气候结果。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tocktake, countries must commit to triple renewables capacity, double energy efficiency, and bring clean power to all by 2030. 气候大会 COP28 月底伫杜拜登场，联合国也呼吁各国爱提出新的承诺甲决心，确实落实减碳措施。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